참아주시길래 드링이기 로띠 니빠기 론치 니빠레기다. 他落地 니빠기 론치 니빠디 가르라스나 关于语言关于 라스팅에 지파리 꼬레기앙아조 about 레이로아 语言 라스나 language 로땅아조 게이라고로 关于语言 라스나 게이기 꼬라라고다 OK 当个自己的过了这个的答你会说英语吗你会说英语吗你 lesna chwanwa 会 lesna simba lo ko de inji to ne kan le kidwa 会说 lesna sheparwa 英语 lesna inji rwa ma lesna tiware ta chrangi inji she shingi yue be lo tiware 你会说英语吗会讲一点会 lesna simbarwa kan lo rwa 讲 lesna sheba de jibare 说的 jibare 你刚了说来去说讲的说你家男的 jiba shebare 会讲一点 lesna taste 但会讲一点 lesna taste shingi yue lo 你学英语多久了你学英语多久了你 lesna 我学 lesna 想把我一个想把英语 lesna 英记录啊但多久了来说多久 lesna 我就英语来了 how long 那个英记团呢 OK 其他英记想你卡次是做所了的你学英语多久了他讲英语很流利他讲了是那可写吧哇英语了是那英记录啊很了是那被没写了啊流利来给的看了是那我自己去都写吧这马嘎呢写托吧了流利了可个英记给这写的去那么写的来的呀被写的那么写托这个也没吧了流利了OK 你的英语很好你得了是那长期了英语了是那英记了很好了是那也不了长英记别不读来的但是过来这一月的对多你的英语很好但是过来你的英语讲得很好但给你的英语很好了但是了讲得了可是不是当然但给这英语也不读了但是了这给英语写背也不读了讲得了是那写吧哇 OK 你的母语是英语吗你的了是那这给了母语了是那当我就拍给了那这个马给了那这个了是英语吗了是那英语是为了是但你的母语是英语吗了是那这给拍给的英语是为了是当我做着就那拍给的开始拍给了 OK 大家看了是我的母语是汉语你给拍给的开始了说汉语了是那这一人了是这个了我的我的母语是汉语他带点伦敦口音他带点的是带的是 keyword 啊可卡尔 keyword 了是点了是那 test 了可卡尔 test 去了是那伦敦了是那伦敦了伦敦的样啊就口音了是那 dollar 但거기 가르쳐 키실라스나 런던기 다티스 키두로 당아지 기지 시디가스 아 거기 인지게 게디가스 베게 다단 티스 키샬레루야 다코 칼라스나 코 가르키들라스나 런던기 다카시 키샬스 他口音很重他口音很重他了是口话口音了是那大话卡给大去了很重了是那能就很重了是那被几个超了他的口音很重了是那快给这的被咖喱卡不多了嘞他快给这的几个超多嘛了他快给这些的被咖喱卡不多被那카시기 함께 차보러 얘도 원리로 질러 비슷한 거래
我表达起来有点困难。我表达起来有点困难。我了是我说表达了是呢，当我从这些叫把都写不着去了可过。表达起来的这些节的个是有点了是呢，得起了困难了是呢，刚硬多了。特别那个自己这生给这的嘛写我是呢，这写了个里可不住脚了，点了别是当就过。我表达起来很困难。OK， 大大，我常把 S 和 GH 搞混的，搞混也得多。我常了是呢，我大把洗了。你把 S 了是呢 ，S 当 GH 来去了，搞混了是呢，处当个多了，它处多了，我做。我大把洗 S 来着的，你GH 来的你处个多了。我只是落当对了，肯定的处多了是。你能用英文写文章吗？你能用英文写文章吗？你能的是那像图吧哇？在英语图呢看 you 来去吃哇，用的是那 use 必须当哇，英文的是那英语哇，像英语必须当呢写的是那题吧哇，文章的是那怎么当的出路可过？嘛了是那题哇的，像英语必须当呢，你看嘞，英语必须当呢，像给怎么题图个呗来着呀？你的发音很好，但你的了是那像去了，发音了是那扎当了，pronunciation那个扎当，很好了是呢，也不读了，像给 pronunciation的也不读了是。我该怎样才能提高口语水平？我该怎样了是呢？我肯定是你了，才能了是呢，心里特别哇。提高了是呢，业绩了，业绩当我了，业绩。口语了是呢，开给这些开给了。水平了是呢，开给这些的，当我就看了 speak 了的，口语给 speak 这些的，肯定是那个业绩当过的了，水平了是呢，那些的 level 了个。肯定是呢，我让给 speak level 的业绩当过的来着去。OK， 但对没是差错。